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讲这礼拜会真热哦，爱小心，唔通去热到。卫福部讲，敢若7月初1、初2、初3这3天，热伤害的人数都57个人，中部上多，因为中部早暗的温差较大，所以热伤害的机会嘛变悬。气象局讲，这礼拜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上热的一个礼拜。这个拜5、24节气来到小暑，一直到礼拜日这段时间会搁较热。桃园以北甲花莲、台东的总国可能会飙到摄氏38度。这只番薯倒伫涂骹，看起来咧要死。网友抛出这个相片，互人真唔甘，拢是因为伤热。高温普遍大概都会在32到35度左右，是今年入夏到目前为止相对最热的一段时期哦。今日7月到初3为止，全台湾热伤害人数，北部12人，中部28，南部13人，东部4人，其中中部上多。气象局表示讲，虽然北部是着沉降的作用，暗时依然真热，温度差较无遐济，中部是差较济，所以讲热伤害嘛增加，未来会搁较热。台湾附近主要都是在太平洋高压影响的范围下，预期整个环境在礼拜5之后会让台湾各地的温度持续的增高。拜5到礼拜，华东总国恐惊会出现38度的高温，台东冒火烧风，大台北盆地因为较歹散热，恐惊冒38度的极端高温。今年第4号风台泰利可能伫7月中旬出现，敢会有风台爱搁观察？是讲全台湾袂输是咧航寒期，热热，若出门要去佚佗的，千万要细致，唔通拍着伤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